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好，我是主持人吴平真。你敢有了解到军公教即马退休金的情形？8月1号要来补发公教退休金，因为若要修法退休金降趴数来停止。根本的原因是毋是提拔根本就不足业？也是彻底来讨论平等比拼各行各业。今仔日4位专家学者甲当事人斗阵来讨论。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东吴大学社会系教授叶宗荣。好，主持人好，各位来宾您好，大家好。第二位，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创会理事长黄耀南。主持人好，大家好。那第三位是高雄科技大学科技法研究所教授罗成忠。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支持年届退休教师罗汉生。大家好，我是高雄民农人哈，感谢。继续呢，咱就来看。这安怎一回事呢？去年立法院三读通过停止调降所得的替代率，实现的结果也未出来。公教退休金1月到7月的差价，伫8月初1来补发咯。外界质疑行政院无编经费，甲考试院无共调。行政院表示尊重考试院的权责。嘛强调政府一直有咧照顾军公教的权益。顶日啦，立法院嘛针对着军公教待遇调整法制化办公听会，调野拢有修法的强势。军公教待遇调整法制化，调野有修法的共识。立法院初三举行公听会，军公教团体为着基层来讲话。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就强调，军公教待遇唔是福利，是国家人才政策。经过统计，10年累积起来，军公教待遇调整的幅度仅那14.74%，是对袂着国家经济成长，所以提出修法的方向，包括建立特档定期的审计制度，加入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等等客观的指标，还有待遇审计委员会都要纳入军公教代表。现在政府会说有啊，每年都有检讨哈。是每年都有检讨，但是你检讨呢，到底是怎么检讨？我们应该要有一定基数，至少3个或甚至是超过半数以上是我们的基层的公务人员代表进去。你要他做主管，他好像也就是如果没有调的很多，或者说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鼓励机制，其实只是饿不死，你就是吸引到一群不想饿死的人进来了，你不能吸引到一群很棒的人进来。吴伟新认为，若要调整待遇制度化，嘛要考虑到人才留会调、专业发展。鼓励升官等等，另外公务人员考绩法制化嘛，常常防屁上，因为设75%价顶的限制，互真侪新入来的公务员都怕议定会按规矩，考试院就要修法，改做是优秀、良好、甲未达良好3个等次。啊，毋过军公教团体烦恼讲，这个倒台制度欠法律上的正当听书。对于那个降级、免职等等类似司法惩戒效果的重大的惩处呢？我们觉得它应该有更严谨的正当程序。要达到这个优秀的资格不会很多哈，那大部分都是良好，但是优秀的又是优先升迁。那良好的部分，他心态虽然他不一定他没有他，但是他心理上会有一点怪怪的哈。高世南就表示，政府要鼓励优秀的人才留较久咧，应该设奖励措施，让绩效特优的人会当较紧升官的管道。听本清肯定考绩改做是3个等地，提醒主管机关想好清楚要安怎执行，避免出现因为主管介意也无介意，也是个人的观念无同，影响到考绩的评比。记者综合报道。退休的公教人员一摆会当收到1月到7月欠的甲你补发，这是头一个。有人听到讲安尼敢是好事，还是讲终于害我正义？这头一个咱要来讨论的，到底这个点在哪位？什么是正义？什么是
是公平的，这头一个。第二个，这根本性的原因是讲啊，依照来讲分出10年要来调降，逐年你就比你本来领的薪水降，比如讲90%、80%、70%安尼，降趴数。结果即马停下，无要你降趴数，这对啊毋对？这有正义啊无正义？有正义无正义是要安怎算？算讲我甲我职员的人比起来，有正义无正义？还是讲无咯？我下代比起来，我拢甲摕了，我后进的即个我先摆，后进的一寡新情啊，比如讲罗老师即摆搁咧教册，会影响到因袂。然后世代之间的正义，我要先请教叶老师吼。老师，你认为这摆这个调整以修法来停止，这当然是正当的法律定数啦，吼。但是你的观点是啥物？就是讲，就算讲你要来调整，会使呢一摆搁甲演过来吗？这即摆年金改革啊，是一件上重要的代志，因为咱即摆国家有足侪问题，不只是年金的问题，嘛包括是少子化的问题。咱知影这几年啊，咱囡仔愈来愈少，对无？咱即摆就是爱考虑到咱钱要开去对，这是上重要的。咱即摆甲年金改革2018年的时阵，咱真无简单甲伊通过啊，即摆要甲伊降到60%，就算你降到60%，咱负债嘛是搁差不多要3条的钱，你即摆搁停落来，负债未来一定搁较多。你若即摆拢钱拢开伫个啥物啊？公务员公务员偌侪人，差不多几十万人尔，搁有劳工有千几，有过百万人，人因领偌侪钱，这拢有改革的问题，搁有世代的问题，所以咱即摆上重要的是要考虑。咱即卖钱是要去若是听了老师安尼讲，我辛苦一世人30-40档你无害我正义，这个正义要安怎瞧呢？年金改革是这个问题啦，就是说，咱即卖年金嘛是用少年人的钱去付老年人的钱啦，这基本上是安尼。但是你若少年人愈来愈少，你老年人你也搁领侪，你就意思就是讲。遮个少年人就爱付偌侪钱，对无？因就无钱啊，就买袂起啊。你买厝买袂起，你头路阁无好，薪水阁低，你敢有钱阁去付？所以老师，你会当安尼来整理一下，就是讲，就是已经退休的即寡老师甲公教人员，恁就小牛一下，互未来的这个少年人有小量一下，安尼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讲无咯？这就是这本底就是爱安尼互相瞧的代志，无讲你应该无应该的代志。对，因为你一个国家你袂使哪考虑一件代志，当然嘛是讲大拢领足侪钱，当然足好啊，对无？但是无可能嘛，咱即摆就是上重要的代志，要解决啥物物件，你就要解决。所以咱即摆上重要的代志，咱就是即摆无人要生嘛。你若搁甲钱搁摕去遐，就愈人无人要生即件代志。就你啊，愈人无人要生，就无人要付钱互遮个老人。所以你的啥物啊，会愈领愈少啊，这就是一个问题。有人讲，其实根本的问题就是讲，你就算讲你所得的替代率一直都照你原在创的，你油源嘛是无够。根本的原因就是你逐年拢提拨的物件，拢这钱的这个池啊都无够。你就爱甲足去啊，即马佫欠伊用啊。对啊，你也无错啊，你无少年人无钱，一直你就无人就无够啊，愈来愈少啊。老人人愈来愈多啊，因为恁年金就是安尼，你的世代一个世代付后，即个少年的世代，你付后这可能要有观众明小了解一下，这池啊，毋是讲政府这预算落去谈的。对啊。是即马佫咧教册，比如讲罗老师，你的钱，你有一半贴袂去。互因退休的，像你讲罗老师，你退休的你先摕去用。黄老师你嘛退休啊嘛，吼。不会催。不会催伊吼，不会催伊嘛，吼。这边安怎讲吼，拄好摕起来。这就是讲我先用，吼，毋是讲靠迄个喙牙讲，我 OK， 你先用安尼，就是这个意思嘛。所以咱即摆少年的世代付钱互即个老人的世代用。
对无？啊，但是你这人的人啊多，少年的世代啊多的时阵，因的付的钱就少，因为毋免付足侪钱饲这的老人嘛，对无？嘿，啊你啊什么啊？这老人多的时阵，啊这年轻的世代啊少的时阵，因就爱加付啊侪钱，互这老人的世代啊，所以这是一个世代，什么啊？公平。人讲世代正义啦，对啊，就是我头下讲，你一代甲下一代之间的正义，毋是讲我甲咱这言呢有正义无正义如出而异。当然。但是有一种讲法就是讲，啊，你不如就政府吼，你一摆，看即摆欠偌济，紧啊算，紧啊趁即摆有钱吼，今年讲大家股市吼税收趁足济，紧啊趁落去，吼啊趁落去啊，大家吼呼的一摆定来。我唔知吴老师有同意安尼这种看法？应该是安尼讲吼，主要是讲即马大家咧讲什么会破产未破产吼。我即马先来解说一下吼，因为军公教的年金改革吼，这退休金啦吼改革吼，106年的时阵有修法一改，啊，过来咧6年以后112年吼，到2年外前。搁改一改，所以拄则叶教授咧讲啊，这退休的，也讲资深的这寡老师啊，军公教会接到少年的。我讲啊，照即摆法律来讲，袂啊。为什么？因为112年7月初一入来军公教，伊新制，伊的用是纯新制的。啊，纯新制是安那？伊就甲老岗共款，拢是确定提拨制的个人账户的地位啦。啊，所以等于讲，家己偌济就是领偌济嘛。你就一个个人账户，啊，你偌济钱就偌济啊。所以按哪用？这以后吼，上了讲即马110年7月以后的，绝对无这个问题。吼，所以这无所谓的世代争议的问题啊。吼，所以我感觉讲，这个要先甲大家讲清楚。吼，过来第二个就讲，年金改革吼，这个106年，吼，咧改革的时阵。我讲实在，迄阵是因为政治的关系，啊那都杀了伤伤啊！啊，本来考试院的方案是安那35年，服务35年，最后你的所得替代率是偌济？7.5%，7.5%。啊，结果咧，因为这就是政党恶斗嘛，这阮大家拢知影嘛。迄阵的时阵就是安尼。啊，结果咧，尤其是迄阵新潮流的段宜康段委员嘛，啊就是杀红眼，啊所以就一开始就你服务35年的，为原来的所得替代率所以9.5%，第一年就变成7.5%，7.5%以后就每一年搁降1.5%，哈，1.5%，啊到尾啊就到118年。就剩60%啦，啊，即摆是讲去年12月12号，吼，立法院3读通过是安那？是等于讲35年到69%啦，6.9%啦。所以啊，照按即摆的情况，吼，就即摆此时此刻的状况来讲，比原来考试院的方案搁较差。啊，只是讲这本来这是一个历史嘛，吼。啊，一个进程嘛，啊，所以我感觉讲，无论退休的也是在职的，拢感觉讲啊，这个可能取得一个平衡点。啊，大家可能虽然讲有的人无办法接受，啊，像啊大部分人我感觉讲，老师你嘛趣味呢？你今年8月1号才退休吼，是，其实你也身居之间的哦。是啊，吼，你无一定是占便宜哦。应该安尼讲，无啥物占便宜啊！你就是讲，你的军公教的迄个退休金吼，你计算就是你讲你服务的年资是偌济年，啊，你着偌济年就所以你着看那表。这总是爱，比如讲原在会当领偌济，现主是当领偌济啦。我先互罗老师先讲，我看伊伫举手做咩，摕迄个价金簿啊摕出来看。来2本符了哈，2本的账簿我都带来了哈。那我呢？你们刚刚讲说，从75%降到60%，对不对？我是降到52.5%了，因为我是从20岁开始教书嘛，是师专毕业啊，专科了哈。
然后我是个阳春老师，我到了96年的时候啊，民国96年50岁，伏地挺身还可以60下的时候，我就退休了。那退休的原因呢？他是因为一年给我87万多，将近88万啊。啊，民国几年的时候？民国96年啊。那时候差不多快就19年前嘛，19年前，那时候我们一年80几万哦，一年将近88万了啊，就是87万多就是7万3000多块嘛啊，而且是50岁哦。哦，那你是满级数哦。没有，我如果说到65岁退的，我跟领的更多了啊。啊，但是因为他给我的优惠，这么优惠的一个领的那个钱嘛。我不用工作啊，就是我好像我拿个20万出来，啊，找一个助手在那边啊，国家付钱啊，就这样而已啊。所以我是50岁，而且民国96年啊，当时的那个薪水最低薪才17000多块，我一个月就已经有7万3000多块一个月。啊，你这样领多久？我领到今年我已经领了1700多万了。啊，领了1700多万啊！所以我10几年前哈，他们在谈这个的时候啊，像那个吴先生一直讲说什么那个政党恶斗哈，我觉得啦，应该反过来说啦，是国民党啊，它是一个军公教的那个，它的这个叫政党属性啊。为什么我会讲，会一直不断的？因为我20岁我是国民党党员啊，我是30几岁以后，我发现。国民党怎么一直喊着我们叫做中华民国是个民主共和国，结果在台湾一直在反民主。我是那时候发现不对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啊，我是因为这样子才慢慢的清醒过来啊。老师，那我们先回到你的这个我的布置账户哈，好，你这样领了1000，我到今年为止我已经领了1700万，有了，1700万。对啊，而且我不用工作，像你这样的人，你觉得有多少人？所有跟我一样50岁退休的那个，而且他刚讲说什么2017年的时候，其实不是啊，马英九也改过了。那黄老师退休的太晚了。对，你应该这样讲。不是，这是年龄的关系。老师，你啊讲你敢讲你领伤济，你就关出来嘛，你就去照顾弱势嘛，对吧？我们现在讲，你这样讲，你安讲无道理嘛。你现在听我讲完嘛哈。来，黄老师，我会等一下会给你回应。我们讲完嘛，我说我那时候50岁退休的时候，我很高兴啊。你给我领再多，我当然都高兴嘛。但是你如果要问到说，这样国家会不会垮掉啊？你想一般人去想嘛。对，我说这个不改大概不行了。50岁给人家退休领一辈子，而且领了80几万一年，而且我是最低级哦，啊，当然还有比我更低的哈。我说以老师来讲，我是50岁最阳春老师，这样就退休的人哦。我还不是老师那个校长哦，还不是大学教授哦，啊，我是这样的退哦，啊，然后呢，今年已经改对不对？本来我今年如果不改的话，我领多少呢？我领58000多块啊，一个月。一个月58000多块啊，那一年呢？我的资料哪里去了？现在变成一年领58000多块啊。如果说不改的话啊，那再继续改下去，改到2029年啊，就是大概3年以后嘛，我会领到大概54000到55000之间啦。啊，如果好会一个月会5万，少5000块，会54000到55000嘛，少5000块。对，然后我算了一下，大概一年大概就是66万左右了啊，就是改到最后继续改下去啊，我大概一年可以领到66万了啊。可是他今年呢，给我回过头来说，不要再往下了。对，我忘了问你，8月1号你收到多少钱？你看哦，我从1月1号他补给我所以他是8月1号补给我嘛但是他补是从1月1号开始补。对，那一个月呢，我63000多块我本来是58000多块嘛，补了4000多块。补了4000多块，那我明年不必再砍哦，我后年也不必再砍哦，我大后年也不必再砍哦。我到大后年的时候的差距就比较不是4000多块，是大概一年大概10万块。差不多这样。然后我看了一些资料了，主要是我看了一些资料了，我们的退休年金
其实是负债的。因为这个提拨不够嘛，对，这当然不只是提拨，他这个就如果要提拨是用政府的钱，我来讲一下，是用政府的钱。咱先和罗老师先讲一下。OK， 好，等一下我再。咱先和罗老师来，你也听3位啊，你也做一个小总结。因为基本上吼，这个争论10几档啊啦，吼啊，其实10几档前吼，我伫电视看到赖老师讲这段吼，就足感动的啦，吼啊。今天坐在海景第一排吼，真正是我的荣幸啦吼啊！但是在讲这问题之前，咱先讲一个问题，就是咱即马讲的年金是公务员年金，对不对？迄是少数人嘛吼啊，大部分的人呢，咱搁讲一个数字就好吼。咱即马搁要讲所得替代率的话吼，一般的劳工、劳保加劳退所得替代率33到40 ，OK。30到40所得替代率，一般人退休，所以本来月薪才40%呢。嘿，对，所以说，今嘛相公说30、40，我都活不下去的人的话，我爱澄清一下哈，你劳保跟劳退哈，所得替代30年，劳保劳退68%，我等下有资料。我这 AI 我等下有资料，听我讲话，30到40%，哈，30到40%哈，然后过来吼是正的刚才数字哈，咱行政院主计处公一个数字就是吼，咱70个劳工啦，吼，伊的平均收入大概3万9啦，好，所以说跟4万9，嘿不是，还是因为加了30%的高科技，3万9来了，一般的咱老百姓就3万9啦，4万差不多嘛，啊，即摆外口的工课嘛，差不多安尼嘛，吼，所以基本上吼，这个数字说社会上大部分的人吼都是这个数字啦，吼啊，咱军工教安怎讲，咱再来讲，但是咱袂使忽略事实嘛。哦，咱就讲说，今嘛咱摕迄个劳保的迄个伊的退休金，而且退休金还有屋顶的问题嘛，对不对？哦，不是说你今天拿10万就可以报10万的，无这个代志嘛，吼。所以基本上吼，一般的劳工无遐济啦，吼啊，但是啊，军工教的世界吼，咱来看三个总统，第一个是头拄我讲的马总统。马总统之前的时阵有看到这个问题哦，有，所以马总统讲一句足好的话，就是吼，这敢若一台火车共款，头前咧断来啊，要落来，爱处理，无处理就会憋去嘛吼。迄时阵关中嘛讲说这爱处理啊，你去找看卖拢有讲嘛。第二，但是无，这就是马总统有处理无？有，但是迄个力道无介强。无啦，黄老师是讲处理过头啦。马总统，马总统，嘿，7成5到8成，伊的草案嘛是安尼。我讲马总统103年有一个迄个年终慰问金。一定一粒，讲剁掉你嘛知。进入细节，这个节目都爱讲3点钟啊，所以咱卖讲进入细节。3个总统都有改。我第2个总统，整个历史我可以讲。第2个总统就是蔡总统嘛，吼，蔡总统的改革力度最大，所以咱今仔日讲的说停砍，那停砍进前咱讲什么叫砍年金嘛，就是头朱启麟讲的嘛，就是迄个阶梯的概念嘛，吼，一年1.5%呢，安尼。10档摊成10年嘛，所以上侪75%的所得现在会被砍成60嘛。好，啊，就是说你本来60的话呢，可能变成45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物件嘛，那这个互人动起来是啥物代志呢？就是去年12月的时阵嘛，哦，咱的国会多数认为讲，卖过安尼啊，咱动一个好不好？所以说咱甲动落来嘛，吼，啊，动来了呢，其实比较有趣的是，咱赖总统的态度是啥呢？好，赖总统的态度呢，这个草案有签哦。有签哦，也没有不附属哦，哦有签哦，哦，也因为有签呢，所以说今年才发行讲说，好，咱相关机关就把这个钱回来了嘛。所以基本上吼，我们先不要去评论多一个总统好甲歹，但是咱3位总统拢看到这个问题嘛，吼，而且咱爱看一个代志哦，去年12月的时阵吼，总统的 FB 电管里写啥，还没有通过的时阵讲说，其实真的这个停砍下去的话呢，其实后来吼会。本来是可以延缓破产3、4年呐，啊，如果说你今嘛你搞倒起来的话，可能又要提早了嘛，好，那潜藏负债还有本来那几个大家实都卖讲啊嘛，但是我看我无了解是说，是安怎那进前伊讲说这爱动，啊，但是呢，真正草案出来的时候你佫无动嘛，哦，啊，所以说到其他日咱才发钱嘛，啊，头拄细项的问题视线的问题我嘛一并讲了吼，行政院讲说我们等视线结果啦，我讲，但今嘛剩5个啊。这宪法院不可能审这个案子。今嘛嘛，机车会停袂停来切限，因为基本上现在宪法法院的4个叫做气若游丝啦。好，所以说他们会挑一些较简单的案来走，这个案一点都不简单，所以说永远不会有事件结果了。啊，所以说都安尼发落去啊。好，来，咱和吴老师先讲。等下我再来回应。来，我先讲一下吼，大家一直讲什么潜藏负债还会破产嘛吼，我遮特别咧讲一下吼。你讲咱军公教退伍基金，
有2.9兆的潜藏负债。像我按尼讲吼，他每隔2年要有一个精算报告出来，现在是第9次，第9届啊，精算报告出来，今摆是安那？伊的精算报告是讲，你每一年的迄个年化的报酬率是4.5%，所以有2.9兆的负债。你知影无，观众朋友啊，这几年咱台湾股市袂歹啦，所以呢，这几年是迄个年化的报酬率是9%以上啦。我会讲，这国际比较等你啊好好操作基金操作，这1年10年来都是7%。我即摆的资料就写，你啊年化的报酬率7%，那军公教退伍基金永远不会破产，这个是精算报告写的。我这一页是精算报告的所以我讲，你也讲要什么破产这我感觉讲，卖个录这个为什么？你也讲劳保的潜藏负债偌济，14兆呢？对啊。你要用所以就是讲，我嘛支持讲，像这几年来，为109年来，挹注到你讲的有道理给劳保电脑较大坑啊。没有。是不是要优先来救劳保？对啊。所以你看我即摆我有一个，我有做一个这就今年5月7日，这劳工团体工会提出的诉求，主要我提出2个因为咱今日节目靠关系嘛。第一个就是安那，第一个讲，迄天花板要拍开。即摆你薪水你也120万呢，你劳保嘛是45800，你上高嘛保安尼，你嘛保安尼尔，所以你要退休金当然你较少嘛，因为你天花板无拍开嘛，所以工会甲劳工朋友讲，我要欠较济，你已经10年拜托一下为2016年到今仔已经10年拢无调整，所以第一个就是这个要拍开嘛，无你要退休金你个无把领着嘛，领着较少嘛，过来第2个因就主张就个迄个劳保甲劳退主要是劳退薪资的部分，即摆是强制提拨6%嘛，伊建议讲，咱就逐年甲慢慢调到12%。尼这两件代志也做着，我会用甲大家讲，因为劳保用领退休金到即摆才10几年啦，你啊继续搁安尼制度甲实施落去，以后就怎么样，就渐渐较济啦，就讲退休的人较济。所以我拄则甲大家讲，你也讲劳保，你也劳保甲劳退，迄个年资30年，阮有算过68，所得替代率68。当然就是像定义68吗？对，你会用去查资料，你会用去查资料。所以我讲，你3几趴？你也感觉讲，甲咱即摆现实的比较起来，那较少呢？是安怎？天花板。我甲大家报告，像阮的这本俸，就5-6万块嘛，都比劳工较济嘛。所以阮领的退休金，当然因为是用本俸去算，当然较济嘛。你比天悯人啦，讲到劳工，但是问题是社会资源唔是遮就是遐，唔是刷来遮就是乌来遮嘛，但是即马现主是上重要的，到底是倒一个？是军公教我先处理，还是劳工先处理？这应该讲无冲突啦。按讲咧，我拄则讲109年到今年115年，拢总7年的时间，咱政府呢已经拨补了或这劳保基金5170亿，拨补给军公教咧是0呢，敢若应该讲110年的年数。这就歹讲的啊！这是事实，天房较悬对啦，这是事实。你讲这，大家拢会用讲，基金卖破产嘛。你要用的时阵提出来用啊，无要用的时阵藏基金卖破产，所以就尽量政府即马较有钱，对无？就尽量下劳保所以到即摆已经今年就1300亿啊。姚老师小讲，明年嘛是头1300亿啊，这拢有伫咧预算内底啊。安尼我听有啊，就是讲即摆有通啊用就紧来补嘛我军公教，我即摆就咱有趁钱，咱紧来创安尼。
老师，你安怎看呢？这是因为他讲超安尼算起来，所得替代率就讲到68%，我感觉这安怎算的？我嘛唔知影迄是安怎算的，但是阮算的应该是拢无遮悬啦，因为劳工差不多平均一个月差不多领无到2万块啦，是安尼啦。劳保啊，你还加劳退啊？啊，劳退的部分，劳退啊，公保加退伍啊，老师，你学长，你有和叶老师说讲。劳退的部分啊，因为你也毋是大家劳工咧拢会欠钱，你去你的劳退账户内底啊，迄有足侪人说是无欠偌多钱，伊个无一定有雇主啊。来，老师，还是你学长，反正迄是足侪人是无雇主的哦，迄是即摆有足侪迄种。我知影真侪就讲是钱家都无够，搁白花。系啊，伊啊家己又搁袂欠瑞啊，你也就算有雇主，伊个薪水嘛是低，伊个欠的嘛是少啦。啊，但是你即摆。我先讲一件最重要的代志，你即摆是跟退抚机制、退休抚制，因为有旧制加新制嘛，即摆一新制是个人账户嘛，即个人的口座，啊，伊逐个月欠税，那对111年开始拢是安尼，新入的公务员拢是安尼，但是旧制就无共款啦，旧制就无共款啦，伊是啥物啊？迄少年的人去纳钱，去互这基金内底，然后去付互迄老人，但是你112年以后，你就无，你的新人、新的公务员就拢去新制啊，啊，你就旧制就无新人来啊，无补，嘿，伊就袂搁一直欠来啊，所以100%一定会破产。伊无可能无破产，因为伊无后壁的人。因为新情啊，拢顾家己啊啦。对啊，新情啊无要来，所以无公平，但是买破产嘛。你即卖政府一定爱补补，你也无补补，一定会破产。是，所以你讲伊袂破产，无世代的正的，迄是毋对，因为咱即卖新制甲旧制一定分开啊，旧制就是无新人来啊。无新人来的时阵，伊就无纳钱，互这旧制的老人领。所以一定会破产，啊，你就爱靠政府，所以2条要3条嘛，对无？3条，差不多要3条的钱，啊，你3条的钱爱分50年，即摆有一个应该是2023年啊，是几啊？我嘛有去个公听会嘛。精算报告啦。系，我嘛有去公听会嘛，迄个逐年爱补补爱偌侪钱去迄偌地嘛。啊，但是内面嘿，这就是问题，你啊欠遮多，你即摆无改啥物啊？无甲伊减少以后，减到60%，你即摆停伫69%，伊可能未来可能3条、4条的钱伫遮，啊，咱有钱去保遮嘛？啊，你无钱去保遮，你要去保遮，啊，你劳保阁有14条，你要去保对？老师，我跟你讲，我说明一下，这现在最重要。我大家报告吼，即摆军公教这退休来讲吼，阮有交2条钱，一条是公保，一条是退抚，吼啊，所以。劳工是一个是劳保，一个劳退，啊，这阮咧是强制的哦，阮咧这2边拢爱强制的哦，所以我这个7月我拢要咧交钱哦，偌济一个月爱交公保甲退伍基金7500块呢，就为我薪水扣呢，啊，我等于讲哦，你讲这破产吼，当然政府因为啊，政府是军公教的雇主嘛，是不是安尼讲？啊，雇主的要承担啦，就像那劳退，就是安尼嘛，要强制提拨嘛，对不？啊，你为啥你就是要用嘛？啊，我讲第一个就另外一个就是讲吼，就像阮拄则交的就一个公保，一个退伍基金，对不？我讲公保到今麦已经未破产了，永远都不会破产。为什么？因为它有依法拨补，所以没有破产。啊，再来第二个就是说，我刚才也讲，就是如果你的这个年化报酬率7%都不会有破产的问题，永远都不会破产。所以我会跟你讲，我这样听有啊吼，就是讲未破产，但是未破产就是一件公平的代志吗？应该安尼讲啦吼，各行各业吼，然后伊会艰苦的所在，啊，所以咱就尽量啦，互相体谅啦。啊，所以即摆你讲前几年为什么政府要互伊劳保5000几亿？大家拢赞成，就是安尼嘛，就是讲啊，这用的袂使，你当然要救啊。来，我先吼，现在再回转来，罗老师跟叶老师。不好意思啊，我还是要强调一下了哈。
很多事情啊是经过一步在改革才到今天嘛。啊，我举个例子，我说我66年开始教书，对不对？到96年退休50岁，我这30年啊，我没缴过税啊，免税啊，所得税啊，我所得税没有缴过啊。所以这个东西，你得计划呢哈，我拢会高呢。郑老师，你是公务人员啊，我是老师啊，老师那你年轻嘛，我是没有缴过税哦，19年前了哈，退休嘛哈，没有缴过，所以很多事情哈，很多事情你这样讲枝枝节节了哈，当然你说你有理，但是你说用拨补，政府的钱通通用到这里来，那别的地方不用用吗？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公平性来谈的话，要整面来谈的话，才会公平了。我没有缴过税，后来现在他说他开始有缴了啊，缴很多年了，就表示说一直走向公平嘛，对不对？啊，应该1、2年，我反正我逐年拢交税，我哪会知我袂记我偌济年。来，罗老师来最佳共产马总统，因为在马总统之前吼，咱的所得税法第4条内底是切行业，吼内底坑老师免税，所以说较古早进前的老师免税，但是呢马总统给改落啊，所以说马总统以后呢爱税，所以说2020多2008。开始进前，迄是马总统的改革哦，所以说2008啊，进前啊，对，进前啊，对，08以后啦，08以后是，好，那另外我再讲一下哈，我说我领是到将近88万，对不对？民国96年的时候，对不对哈？那是因为陈水扁曾经把18%砍过一次哦，如果没有砍的话，我前2年的话，你知道那个退休金多少吗？是100多万呢。赖老师，因为阮爸爸吼是老师啊，伊即摆在生到94岁啊，伊过身进前每个月啊，每个月啊，歹势讲啊，个7万8万，啊，伊是65岁退休，领到91岁。89岁，我们错了，没有错了。我的意思说，那马英九执政的时候，2008，对不对？我的退休金增加3万多块，我从一个月，1年将近88万，对不对哈？增加到1年91万多啊。老师拍谁？你今年几岁？我今年69岁多嘛，就是69。所以像你这样的退休的老师。你的同学，你的师专的同学都一样，都还在嘛？几乎都还在啊。他们也跟你一样，军公教应该都很长寿啊。他们也都跟你领5万多一个月。对啊，我现在领5万多。因为你是最阳春的，你还没做过行政职。我还最阳春的，还有可能他有什么主管加级什么，我这个好，我要问他才知道了啊。反正就是跟我一样同级。我好奇是你的同学支持你的观点吗？我的同学支持我的很少了啊。但是我支持我的朋友军公教的，我还是可以找出1-20个，啊，所以也不要讲说军公教通通都是在反啊，其实有很多像刚刚有一个黄教授啊，他是那个哈嘎天台那个董事长啊，他就跟我讲啊，你上电视哦，要讲一点客家话啊，我说你的行为我非常佩服啊，对，他就会谈这些事情嘛，所以马英九后来他把我的薪水提高到91万多啊。开始被骂翻了，骂翻了又怎么样呢？他就说好了，我们再来改了。那时候有年终奖金这回事嘛？没有了，他就年终奖金被扣掉啊，所以我又回到慰问金嘛，我又回到85万一年了，就1年变7万多嘛。那蔡英文，我觉得蔡英文的做法是最好了，就是把所有的有一些人是1毛钱都没有领那个台电的。退休金1毛钱都没有领，不是说月退啊，我们都已经全部连劳工都月退了，他们还没有月退那这个我说这个制度很奇怪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全面性的检讨，全面性的来拿捏那刚刚那个吴先生他讲说，那个劳工怎么样，负债更多，为什么？他们领的少嘛，我们是领的多嘛，对不对？我们现在谈国家的公平性。我领多的人，我就少领一点；我少领一点，我还是领很多啊，对不对？还领到5万多。因为时间有限我必须要先停一下。2位老师提，因为我知影全世界先进国家拢是少子化，
公教人员还是国营事业，即退休年金的代志，拢母啊呢上街头抗议吼。到呾为止，敢有人通好真好来安大真好啊啦，好好解决的。叶老师，这应该是全世界足侪啊，即年金改革啊，伫全世界拢是足大的问题啦。即摆上重要就是年金改革足困难的，政治上是足困难的代志，所以世界像迄什么美国啊、法国啊、英国啊，什么啊，年金改革拢引起足大的政治我看因拢了小小呢。对啊，现在无啥物倒一个国家讲年金改革真好，大家拢无意见的吼。对啊，无即种国家啦，你即摆就是选择的问题尔。你看你要选是要安怎的制度，嘿，这是上重要的。啊，即摆讲像迄德国即种的啊，因为他们年金的所得替代率啊，嘛是从70降到39%。系，即 OECD 内底拢已经有讲。一年之间？无，差不多20几年啦。系，伊2001年开始改，啊慢慢降到差不多39%、40%。伊个 OECD 的资料拢会使去找到啦。系，啊像迄英国即摆是无啥共款。英国的年金改革啊，年金的制度是伊大概有一个足公平的迄种啥物啊，基础年金，大概拢有基础的年金，大概拢有，啊大概拢领差不多的钱，大概拢逐年。逐个月拢爱去纳一寡钱安尼，啊，大家拢有，啊，搁起贴起诶，啥物啊？大家就是各行各业的本事啊，职业年金嘛，你是公务员啊，你也是做老师啊，你也是做劳工啊，伊迄无共款的职业年金，职业年金，啊，就去贴起，啊，就加起来差不多60%左右啦，50-60%左右的所得替代率安尼，所以大家。无共款的国家也选无共款的制度，就爱看咱要啥物样的制度尔。咱即摆选的制度就是，你可能过得袂歹，你老人过得袂歹，但是你可能有破产的问题。你若破产的问题，你就是爱少年人，你就是爱去负责啊，因为咱是再留子孙啊，对无？因为你即摆过得足好的，你钱是负债是足多的啊。但是合理来讲，他拄啊。你像所讲的讲，啊，就逐年咱有去买股市啦，有去创啥的啦，有去赚7%啦，应该是袂破产，会拍会跌。无可能，咱即摆学是两条。我捌听过这个主啊，这是事实啦，这国际比较啊，迄个精算报告内底拢写足清楚的啊。这毋是我讲的哦，这精算报告这政府的资料哦。要搁查一下吼，摕一摆，等另外一摆的节目咱来过来讲。好，咱过来讲。虽然要请罗老师来讲，照你到呾为止，因为听黄老师也有伊家己的生存的道理啊。阮以早的承诺、概括的承受啊，你政府就是我的头家，你来对我负责。这听起来嘛无错啊。但是你要用世代公平去甲讲的时阵，又讲啊，我家己都爱生存啊。老师，咱先讲，今仔日节目就安怎讲呢？照一条线吼，这边是公立大学军公教，吼，但是呢，这2位是退休的，啊，我是现职的，吼，他拄我把我的薪水提出来看吼，我念给各位听哦，我公保一个月扣1300，吼，然后退抚1个月扣5600，啊，我问一件代志，我今年52、53，我搁12年要退，搁12年了哦，我领会到无？一句话尔嘛，我领会到，我即马付这个5600，我 OK， 但是我领袂到价，我即马都无欢喜哦，就是这个问题嘛，吼啊，谁可以把那个账拿出来说？所以说先拜，谁可以告诉我12年了我会领会到？如果说这个是一个八大局的话，我即马都袂瘾拿哦。但是我法律上我无可能袂领拿啊，系啊，是啊，所以说这就是阮家己军公教内底爱解决的问题啊。因为即马是摕我的钱来，互大家承拜用呢。罗先生看哦，你啊，照你讲吼，系啊，我讲40岁，还有40岁、30岁的人，有可能讲对啊，10年以后伊领袂到无？我甲大家讲，无可能。为什么？啊，像安尼，这个政府都爱落台啊啦，就是这足现实的问题啊。是啦。啊，正我来讲，落保的情况更加严重。啊，为什么无问题？所以我讲。
一个政府要运作啊，每一个受雇者，不管是军工教是劳工，还是其他行业，拢共款。罗老师，意思是讲政府会给接住这条我来吼。如果咱讲政府负最后再把责任的话，没有错。跟李主任刚才讲，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问题，咱讲一句话吼，咱财政部有一个网站内底有一个叫做国债中，什么意思呢？咱这几年水平就好的，大家拢知啦。但是我们还是欠一屁股债呢。中华民国政府还欠一笔债呢，那基本上你还小呢，所以你袂使讲这几年咱股市真好4万点嘛，所以说无要紧啦，咱这都无要紧啦，这都无要紧啦，咱无迄个财政余裕，无绝对无，所以说等到咱哪时候挖到石油安怎都安怎，是咱再来讲这好不？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我请去看财政部的国债中，我们就跳开年改这一题来去财政的世界来看，咱就知中华民国财政千疮万孔呢，这惨的呢，嘿啊。而且台湾本来就是人口很多、资源很少的一个小岛我们要长期的让这个经济永续呢，不是说我今天我领很多。我来请教吴秘书长一个实际问题啦，哈。今仔日如果若别无修法来停这个年金的降价，这个替代率的降价，你会减少一个月减偌侪钱？应该有像拄则赖老师讲的嘛，差头1万块咯，差到1万块，一个月，一个月你差几趴？9%嘛，9%，你9万块，每一人拢减包，加减。我如果减到后面就有说法，大概54000到55000嘛那我现在开始我是领63000多嘛，我跟那个最低我改到2029年那个时间来比的话，我一年相差是等于我一年多领了10万块10万块啦，对啊，大概10万块啊，9000至1万一个月啦。但是你的基底歹势，这变成你个人的温数啊。你一个月基底，比如讲你已经退休啊嘛你一个月应该讲每一个人就是讲其实这军公教育年金改革受伤上重的就是像国立大学教授老师啦。为什么？因为因的入行较慢，我看有老师都600块，我年资都低，嘿，年资低嘛。对啊，阮即摆军公教，你算退休金拢算你的年资偌济，你就所得你爱偌济，就直接乘的，你就知影偌济钱嘛。所以我应该你讲啦就是这个年金改革受伤上重的就是大学教授啦。阮中小学是老师，英国较惨，私立的，私立也使用私校退伍，私校退伍，我们是希望他能够得到更多的保障。这我会问吴秘书长就是讲，你一个月可能会减14000，你即马甲你上后尾算起来会差1万。是啦，但是你现在是有甲无之间，你一个月是差偌济？就是安尼，因为我是等于讲今年修法以后开始用的啊，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安尼啊，差3%左右嘛。无就是9%，每一个人就是拢9%就对啦。9%。9%。对。但是安尼1万块会感觉真欠用啊。应该讲每一个人的经济状况无同所以我会讲，你若讲有够用，阮当然就用；无够用，你就想嘛肯定力度嘛，就是安尼嘛。所以我感觉讲，这是每一个人对这个工作的一种认知，就讲，我做这个行业，我做这个工作，所以我可能在职的时候，我有领到偌侪钱，我退休的时候会领到偌侪钱，这本来就是我甲国家定的着类似契约嘛，所以这足正常。我感觉甲劳工嘛是同款嘛，这是足正常的代志啊。有很多东西本身就是不合理啊！我举个例子为什么民国70几年的时候，劳工什么都没得没有月退休金，老农也没有月退休金独军公教有月退休金，还加上18%的利息，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嘛，那个政府那个时候的政府是一个独裁的政府嘛，他只需要有一群人10%的人帮我去洗脑，帮我去执法，帮我去把那个不听话的人抓起来。就是那个现在共产党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他只需要照顾，只需要照顾他的10%的人，其他的人干什么？
你听话就好了，你不听话，你把我当做大有为的政府就好了啊。那后来之所以赖老师你的意思是讲，这有历史的因素，没错啊，没错。对，那台湾我们当然是很希望台湾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民主、自由、发达的国家嘛。所以我是一个，我为什么赞成我自己改革？很简单啊，我们有一个大的目标、大的方向，我们变成一个全民的政府，变成世界的台湾。要往这条方向的去的时候，一个民主自由发展的一个方向的时候，为什么到2016年蔡英文的时候，台湾的股票、台湾的经济忽然大爆发啊？这个都是有跟这个东西。那老师，我得反过来问您哈，就是说。但事实上，就有一群人，你的东窗也好，你的先辈、你的后辈，因就无同意这个，我就爱想搁较济，啊，替人安怎？啊，伊就是要坚持伊的想法。这个想法本身无对也唔对的代志哦，因为这是伊的利益哦。没错。你敢若用这种较高尚的譬如讲这个较快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理想来说服伊的时阵，不是我刚刚的意思是说哈，从刚以民国70几年过渡到现在大概全世界都公认台湾的民主改革是一流嘛哈。从以前那个时代过渡到现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那你变成一个民主国家以后，你民主国家你靠什么？我不是靠那个特务啊，我不是靠那个洗脑啊，我是靠人民的支持啊，选票要超过1半啊。这个时候我就要提出很多政策去照顾，譬如说0岁到18岁。啊，譬如说那个退休老人的那个不是，就是老人的什么长照啊，年轻人租屋怎么补贴，大学生、高中生的那些通通都是要钱啊。所以我刚刚罗教授说，我们还在负债呢，赖老师，对吧？我知这爱照顾人真济，为政者的这个优先顺序啊，甲每一个人想的拢无同款吼。最后3分钟，我罗老师、叶老师一人差不多2分钟的时间来讲哦。罗老师你讲。其实迄是叶老师的专业，就是我讲一个吼。其实他拄啊迄个赖老师讲的吼，其实咱高控年代学术论文内底拢有写吼。安怎讲吼？咱学术讲福利国家、福利国家嘛，但是咱台湾的学者讲头前加3个字叫做军公教，吼，军公教福利国家，军公教的福利袂歹啊，但是一般的属农工商无遐好，所以咱从90年代以后的民主化改革了后，再慢慢改嘛。啊，民主化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因为恁执政者爱考察每一个士农工商嘛，所以说是安怎头拄讲的老农年金啊，有诶无诶，安尼才一直出来嘛吼，甚至说囡仔人啊，你读册嘛免钱啊，甚至免读到高中啊，好安尼。所以基本上吼，这是一个民主化国家的常态，就是一句话说，因为照顾的人爱太济啊，所以伊无法度再把资源的集中的放在少数的统治集团手上啊嘛。所以说基本上是安怎咱这30年来的改这是安尼啦哦，但是基本上吼，到今嘛都差不多啊啦，但是我感觉说吼，未来吼，基本上都刚刚李署利用讲的赶快吼，迄个劳保迄所在，劳退迄个所在一定要处理呀。好，所以蔡英文只是挑了最简单那一块啊，但是下一个总统迄地有人要处理无？吼，所以说基本上咱今仔日讲的拢是 easy 的题目啦，上难的 hard 的题目，hard 的题目伫遐啦，伫劳保遐啦，嘿。对啊，今仔讲的应该是介 easy 的题目啦，因为上重要的其实是劳保迄条。迄题要安怎解决？迄是一个足大的问题。你即摆14条的潜藏负债，你要安怎解决？迄是一个足大的问题啦。那你即摆就像主持人头拄讲的，优先的顺序，你是要做啥？其实这是足重要的。你即摆总统，你就是说，就是你即摆开始重视啥物啊？社会投资这件代志，你把钱开伫囡仔身管，咱要解决这个少子化的问题，咱就是爱把钱开伫囡仔顶管。你也无开伫囡仔顶管的时阵，咱就无人来付钱予遐个老红人，因就过得无好。咱记得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年金的制度啊，上重要的是付钱，是迄个年轻的世代，少年人，毋是老年人，因是领钱的。咱爱有遐物啊，足好的经济足好的。年轻的世代来付钱，互遐个老人人，咱后才足侪人的时阵，